乾坤莫山在，仰天长叹路漫漫，前生今世本无奈，常怀一笑红尘外，难道孤独自由在？难道孤独又在？难道孤独山在？又在山在？风花日月天地转，人天沧海成为爱，是非恩怨何处断？却看乾坤莫山在，仰天长叹路漫漫，前生今世本无奈，常怀一笑红尘外，难道孤独自由在？爹，你再喝一杯吧。啊，不喝了，爹喝的差不离了。爹，女儿这是最后一次在家陪爹喝酒了。你要是不喝，女儿会不高兴的。我喝，我女儿叫我喝，我能不喝吗？女儿啊，你听我说，你爹不是很心要把你怎么样。你爹我好不容易攒了一辈子家财，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这些家财让郑板桥那个混小子给败了呀，你说是不是啊？哎，爹呀，人家又没要你的家财，好好的，你又说我表哥的坏话干什么？哈，我不说他。哎，我可知道他是你的心肝，是你的宝贝，说不得啊，说不得。哎呀，女儿啊，不过你这次做的不错，你爹我觉得你做的对。啊，你爹就是死了，到了阎王爷那儿，我非得替你多说几句好话，啊？爹，你别说了，你再喝一杯吧。啊，再喝一杯。啊，再喝一杯。哎，喝得痛快。哎呀，女儿啊，你马上就要到知府那儿去了，进了知府门，你就是知府的姨太太了。你想着什么时候把你爹也接去，让我过几天舒坦日子。你爹这辈子也算没有白活啊，啊？你说呢？哎，你说话呀，一姐。哎，你怎么不答应呢？啊？你说话啊！爹，你放心，女儿走到哪儿都不会忘记你的。哎，好，女儿。好女儿。
爹，爹，爹。好女儿。娘，女儿自小心系板桥哥，没有外恋，娘是知道的。娘在临走的时候还记着女儿的终身，可我爹他见财忘义，女儿实在是无路可走了。娘，我不能害了板桥哥，我也不能抛弃我爹，女儿实在是无路可走了。娘，你原谅我吧，原谅女儿不忠不孝，女儿要做蠢事了。飘零独自醉，若有黄虹在相会，无缘深处洒满泪。天各一方千长岁，问君何时轮回？生死相伴人千岁，黄莺双飞甘愿随。有情连理中成对，缠绵似水不回退。一山低头残月追，孤思回味须还月。花谢愁眉无言对，落叶飘零独自醉。若有花红再相会，无缘深处洒满泪。师父，来者何人？有话请讲。阿弥陀佛。小女王一姐近来安堂，别无他求，恳请师太能收我为徒。佛说，人生八苦，生老病死，爱恨别离，怨恨而相会，求而不得。吾取运佛门，大慈大悲，苦度众生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师太，
我不懂得你说的是什么，但是请你收下我，收下我吧，我一定从头学起。而青春年少，华发正当年，为何寄身佛门，与仙骨香火厮守终身呢？师太，非是小女不识人间情分，抛却红尘，雪除青丝，亦非小女生来本愿。可恨红颜惹出是非，为了亲人，也为了自己，小女子只有脱离人间情缘，方能求得一生一世安宁，求得亲人平安。你能如此直言，这是我未曾想到。我修身20载，还是第一次听到衷肠直言。阿弥陀佛。师太，我说错了什么吗？不，你没有说错。你起来和我说说。过来，过来呀，姑娘。你听我说，来，姑娘，我们女人都是命苦的人，有的时候要认命，这是没有法子的事。姑娘，你是一个人见人爱的女子，听我一句话，离开扬州，到远些的地方，躲过这场灾祸，或许会有后福的。师太，小女子不是没有躲过，可躲过了今天，躲不过明朝，逃出扬州，逃不出天下。丧门众生，5戒9守，面壁清苦。姑娘，你可受得如此孤寂寡欲？师太，小女利益既定，任何疾苦都能承受，求师太慈悲成全小女。姑娘，跟我过来。师父收你为弟子，赐法号慧智，本季斋会，汝当玉身受戒。弟子慧智，谢师太收留大恩。一姐，为何如此啊？哎，快点，快点啊！哎，快点，跟上！跟上！哎呦，娘子哪还没来呀？还没来呀？哎呦，这怎么还不来呀？新娘子怎么还不来呀？老爷！哎，来了，老爷快来呀！来了！好，快点跟上来！快点！好，放这儿吧。啊，好，来，过来！哎，落轿！哎，老爷来了。司仪呢？司仪在这儿。您看。
事？老爷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四姨晕倒了啊！您看这老汉呢又醉了，没办法，就把他们给抬回来了。停！别吹了，吹你妈的混子！别吹了！别吹了！哎呀，老爷，哎呦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要的人呢？啊！哎呀，新娘子呢？听说削发为尼了，他进了青竹庵了。什么？老爷，小飞脸！师太，阿弥陀佛。师傅，师傅啊，这就是我师傅依莲师太。阿弥陀佛。哦，师傅啊，我想找一个被师傅收留的，她叫王一姐。施主要来找的莫不是新换来的姑娘？正是啊，我是她的家亲，有事想见她，求师傅您给行个方便。斋会之前，慧智不愿见任何人。施主还是请回吧。师傅，我求您通融一次吧，晚辈终生不忘您的大恩大德。慧智所说的表哥就是施主。正是啊，晚辈与他青梅竹马，情同手足。他是私下里出家，家里的人根本就不知道啊。既是这般，请施主跟我来吧。阿弥陀佛。谢谢师傅。身是菩提树，心是明镜台。时时勤拂拭，勿教惹尘埃。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。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施主有话请讲，我告辞了。谢谢师傅。阿弥陀佛。谢了。一姐。阿弥陀佛。一姐。一姐。一姐。我是你表哥呀，你能出来一下吗？我有话要跟你说呀。一姐，说话。慧智乃出家尼僧，当守寺庙律规，不与男子私会。一姐，你怎么能这样呢？你连表哥都不认了吗？啊？慧智远离尘世，情缘已断，爱恨无物，万事皆空。施主所言，慧智难解难悟。阿弥陀佛。一姐，一姐，我已经想好了，你跟我回去吧，我们再也不分开了，啊？慧智自信自夺，不再言男女之情，你不必再费口舌。阿弥陀佛。一姐，一姐，哎呀，你怎么能？施主，慧智不愿多言，你还是请回吧。
一姐，我来看你来了。哎呦，大画师，您这是怎么了？哎呦，您慢点！哎呦，您慢点，您慢点！哎，来，我扶着您。别管！哎，那您慢点，您慢走。管我！哎哎，您慢走。哎，您慢点，您慢点。哎，您慢点。一姐，在哪儿啊？一姐，在哪儿呢？一姐，板桥哥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看你来了。哎，你怎么了？快坐下。板桥哥，你喝醉了。我来看你了。板桥哥，我给你倒杯水啊。一姐，一姐，板桥哥，一姐，你还记得当年我教你画画吗？我就知道那时候你就喜欢我，我明白你的心思，我也喜欢你，可我不能娶你，这是命中注定的。一姐，我对不住你啊，一姐。一姐，板桥哥，一姐她怎么了？你快说呀！啊，一姐，我真的喜欢你呀，一姐。一姐，梅子姐姐，黄师傅来看你了。我喜欢你，喜欢你呀，黄大哥，你别走，黄大哥，走啊！你帮帮我，你别走，黄大哥，黄大哥，这大哥可能喝醉了。好，给我吧，我把他送过去。你看这可怎么办呢？衣服，板桥，小心，衣服，慢点，我喜欢板桥，大哥，跟我走，慢点，小心点啊！别管我，板桥，请主，一姐，板桥，高翔，不好了，怎么了？他喝醉了，他可能去青竹湾找王一姐去了啊！快走吧！你快照顾一下，我马上就回来啊！好嘞，先生。一姐，我来了，一姐，跟我回去，在哪儿呢？啊，一姐，在哪儿啊？为什么不说话呀？你开门啊！开门！一姐，开门啊！我知道你在里边啊！开门啊！一姐，是我呀，我是你表哥呀！啊，一姐，开门啊！一姐，是我呀！阿弥陀佛，谁让你来此地？慧智正在做佛事，请你不要打搅他，快走吧。我不能走，一
一姐，施主，请走吧。一姐，施主走吧。不是，你要跟他说话呀，别让我走，一姐啊，我跟你说话呢。我上天，撞我干什么？你还真高，高啊！别转啊！别转！哎呦！快，可能在那边。走。哎，小师傅，小师傅，小师傅啊，跟你打听一个人，有没有看见高高的长胡子的人呢？从这进来。哦，看见了，他从这边往左走，又向右走了。啊，谢谢师傅，谢谢师傅。走走，走。板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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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哟，在这儿呢。板桥，板桥，板桥。呀，这怎么办？板桥，这怎么办呢？走，去天宁寺找我师傅。好。饮酒过量，气血两伤。姜汤已经喝过了，睡一觉就会好的。多谢大师。等板桥醒了，我再来看他。啊，谢谢。施主，这是青竹庵送来的一封信。多谢师傅。多谢了，谢谢。阿弥陀佛，谢谢了。板桥哥，小妹叩罪，请哥见谅。此生无缘，来世相报。盼哥大业早成，阿弥陀佛。每一节慧智叩首。板桥，真是有福之人呐。人生得一知己，足也。让他好好睡吧。大师，板桥醒了吗？没有，还在昏睡。不可，睡久了他会得大病的。带老衲前去看看。大师。
这是什么？这是一张催命符啊！大师，不能烧啊！等板桥醒来，晚生让他看上一眼啊！大师，是啊，不行，大师，我求您了，不能烧！不行，大师，求您别烧了！大师，不要多说了，这会要了板桥的小命的。大师，晚辈求您了，您要知道，这是一个有情女子留下的绝缘书啊！求大师交给我，待板桥醒了看后再烧也不迟啊！是大师，大师，求您了，我晚辈求求您了，我求您了，大师。板桥，你大师，板桥，谢大师搭救之恩。起来，快起来！大师，你们的话我都听见了，烧了吧。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女子啊！大师，板桥，天也空空，地也空空。那么人生渺渺，摩利摩诃萨在其中。阿弥陀佛。金也空空，银也空空。那么死后何成？摩利摩诃萨在手中。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好，走。来，好，看，哎，来这点，哎，快点啊！啊，师傅，能打听一下，这是在给谁唱加官戏啊？是知府大人麻三棍啊，通判吴子坤的加官戏。谢谢，谢谢。哎，请，哎，这个行了，哎，你们快点啊！哎，师傅，我们进来看一下行吗？哎，随便瞧，您随便唱。哎，谢谢。哎，来。哟，这是什么呀，师傅？啊，这是招幡。是招幡啊！哎，能看看？哎，您瞅。哎，加官发财，连升3级，福禄全到。你看啊，这个有意思，它一翻篇儿就全变了。你看看。哎，我说啊，快点了啊！哎，抓紧了啊！哎，走了。来了！哎，怎么又改戏了？改词了？老改啊！你说这麻僧贵病也好啊，又该折腾人了。哎，这不全亏了你了吗？哎，怎么样？咱们再折腾他一下。哎，怎么折腾法啊？来，你看。哎，好，哎，这个呢，
不，站！哎呀，快点，快来了！走，快点收起来，盖好，走。真不错。好，四爷，你这些戏子找的不错呀，回头我给你加点赏银。哟，多谢知府大人。哎，把我马三贵的名字多写几张。让百姓看清楚才是啊！知府大人，往下看呢，这戏呀才刚刚开头啊！对。哎，你们看马三贵那草包，多高兴啊！他现在高兴的太早了，过一会儿让他喷嚏病全都复发了。哎，看来啊，我又得给他配药了。哎，停！哎，停！呵，啊，管家，哎，这是什么地方？这么热闹？禀公子，我们已经到了天宁寺外，这好像搞什么庆典。好啊，哎，咱们也去凑凑热闹啊！哎，好，起驾！停！哎，老人家，问您这儿正干什么呢？这是马知府的升官戏。哎，公子，已经打听明白了啊！这个扬州知府的马三贵及通判吴子坤，正在这个地方搞加官庆典呢。那咱们也去凑凑热闹。哎，那赶快把我的帖子送上去。哎，好。哎，让一让，哎，请问谁是知府大人呐？干什么？马大人在看戏。把这个请速交知府大人。真好看。知府大人，有您一帖子啊。什么鸟公子、月公子的，本官不认识，轰走。是，妈。先帝雍正年间，替代年羹尧大将军的岳钟琪大人，您听说过吗？那他是何人？岳钟琪就是大清朝的3代元老，镇西抚远大将军。哎，连当今的皇上啊都得敬他3分。这个岳公子就是岳钟琪公子流入金陵的岳文成啊！别！哎，来，快让看戏的闪开，有请岳大公子。是，快去。好，哎，闪开！快点！好，闪开！闪开！
哎呀，不知道岳公子驾到，下官有失远迎啊！岳公子能来扬州，我等三生有幸啊！请里边请。听说是二位的加官庆典，不胜荣幸，也算是我有眼福啊！有请公子，请。请。哎呀，大人来了，快请坐，请坐啊，上茶。哎呀，大人呐，一路辛苦了。哎呀，快，夫人，快倒茶呀，大人，喝茶啊，大人呐。都带走！有意思，大人，快走！让出去！像话了，真是该抓！谁家千金呢？叫什么名字？哎呀，红月楼的梅子，太不像话了！怎么能写这个呢？好。禀大公子，这位是我们红月楼的歌妓梅子姑娘，公子有空请过来赏光啊！好。惹谁了他们？哎呀，得罪谁了呀？说，谁把招牌上的字改了？说呀！大人，我们不认识字啊，给我们什么我们就唱什么，是不是？我们确实不知道啊，大人，我们实在不知道啊，大人，我们冤枉啊，我们实在是不知道，大人，您看看，大人，打出去吧，大人，您说，哎，岳公子来了，就在外面等着呢。岳公子。滚！快滚！大人，走啊！快点，我得去接。哎呀，帽子！哎呀，快留情！哎，走。叶公子，叶公子，怠慢你们了。岳公子，让我们家公子站这么久啊你？不得无礼。怠慢你们了，岳公子，请。叶公子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，多有冒犯。请公子请。请，公子请。公子请。我们家老爷子让我来扬州办一件事儿啊，好说，老大人的事，公子尽管吩咐，小的定会办的是妥妥帖帖。你这儿没有啊？什么没有啊？我们家老爷子点名要的那几位画师的字画，这你这儿一张都没有。本府廉洁为正，不曾索要他们的字画。您说这个我明白，老大人是不是想要郑板桥他们的字画？明天我就派个人去玲珑山馆，高价钱把他们字画买来，奉送到公子的行馆去。不，你把他们给我招到这儿，我要按照我们老爷子的意思，让他们给我画。多少银
银两不在乎。这怎么了，知府大人？这有什么难的吗？没有。好，就这么定了。我限你3天把事儿给我办好了。本公子在扬州还有点私事要办，告辞了。走。好家伙，这派头来的比钦差都大。相识本是缘分，相知不容易，何必在乎爱与恨？留下一段真情，彼此都有缘，天长地久才是真。相爱相随到老，陪伴度一生，岁岁月月情更深。经过多少坎坷艰辛的旅程，与那风吹过一分。今生难得有情人，能知我心的伤痕，抚平我忧郁的苦闷。今生难得有情人，给我快乐和安慰，让我陶醉不后悔。春去秋来有机会，珍惜永久的依偎。今生难得有情人，今生难得有情人。